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初3，旧历的6月初9，礼拜4。后来新闻的头一条，这真正是熊熊降临的灾厄。昨尾仔5点外，新北市坐温土城树林线一工地，当咧进行着吊挂的作业，可能是工人的操作失角差。这个规捆的铁条怎啊线条滴落去，有一部分滴落大路顶，撼着一台拄好驶到位的机车。可你家在，这个31岁骑士有戴安全帽啊，但是喙齿也是撼断落去。下班时间的车辆真多，职员工程搁伫咧施工，吊车顶的钢条索熊熊规捆飘落来。一个工人徛真我看到，惊甲紧酸，砰一声，嘛互附近的民众惊到。是有蛮大声，然后我就在旁边的，有时候就出来看，是吊钢筋掉下来，然后骑士去撞到啊，怎么样？工地现场的钢筋四散落，奥多摆龙头海去零件落出来，骑机车民众却结着伤送到病院，加在有安全帽啊保护，无性命危险。事发就在新北市树林区这一处捷运工地，工程至今已经2到3年，这次是第一次传出公安意外，还因此砸到骑士。昨日报5点外，一位姓陈的工人驶吊车，敢若时间无细腻，规捆差不多10公尺长的钢条为3层楼的管道飘落来。31岁姓林骑奥多摆民众却结着头壳着重伤，喙齿嘛断落去。实际观察现场的车流状况，工地倒伫咧路中，互车路变更较下。新北市职员局讲，当时当伫咧施工，无细力去弄掉规里啊掠黄的设施，互钢筋落落来去结着民众。目前已经对施工厂商获立案，卖对伤者的后续医疗赔偿负责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